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是周末，关于胡适的消息不是太多，但是也有一些看上去像是利好消息啊。媒体报道说，外资巨头齐声唱多 A 股，目标涨幅15%。说最近金融圈发生一些罕见大事，说三大外资巨头集体发声，坚定看好中国资产。高盛更是直言，未来12个月沪深300指数有15%的上涨空间。随着这些外资巨头表态，后续预计会有更多外资涌入中国资产市场。高盛认为，中国资产个股估值低，加上经济刺激政策预期向好，所以坚决重仓中国资产。还预测未来12个月 A 股和港股分别有15%和12%的上涨空间。摩根大通表示，外部环境冲击对中国资产影响小，特别是线上消费几乎不受影响。只要中国经济向好，中国资产自然也会向好。陆博迈集团则选择超配中国市场，理由是中国股票持仓比率相对较低，经济和企业盈利有超预期可能，再加上房地产企稳、消费刺激和政策引导等因素。当然了，外资看好有外资的原因，有它的理由，但是这些外资到底是实盘还是模拟盘，这个就不太清楚了。更何况这些外资他对胡适的理解多多少少还以为他这个是美西方，对胡适的这个运转的逻辑他们未必清楚。这些外资我们也不能说他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就是忽悠散户进去替他接盘，这个不能这么说，搞得好像外资多么看重你10万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资本市场。只能说外资人家是全球布局，人家是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人家主要的他把市场分成什么新兴市场、成熟市场。美西方是不是比如美股那是成熟市场，它要配置多少，新兴市场要配置多少，新兴市场里面它又分3、6、9等，越南、印度这种市场它要配置多少，中国这样的市场它要配置多少，中国的市场它又分港股和内地股票，内地股票它只是作为一个风向标，更多的它要配置港股。如果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对于外资来说，你中国这个市场只是它那么多投资标的中的一个，只是一种配置，它多少它也拿3%放在中国资本市场来买中国的资产，到底是3%还是5%还是10%，那得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变化他们会调整。第二个，这些外资巨头唱多 A 股，唱多中国资产，它未必是唱给咱们听的，它更多的是唱给他的投资人听的，因为他要发行募集新的资金。因为这些外资巨头他不是他们自己的钱，他也是成立各种理财产品，他也需要美国人或者海外那些人去认购。那我认购你这个基金干什么？这个基金是用来投资大国的，投资印度的，投资越南的，是新兴资产或者是多少配置。他要讲故事，你这个故事讲得好，你这个才有人来认购，才能募集到钱。所以说这时候外资他有的时候唱多，有的时候看空，有的时候表现出乐观，有的时候表现出比较谨慎，这都很正常。我们作为国内韭菜也要有这样一个心态，我们要跳出胡适，我们也要把咱们的资本市场当作你投资一个渠道，鸡蛋不能搁在一个篮子里面，它是一个篮子。那现在我们觉得这个篮子不好，篮子底是通的，你把鸡蛋搁进去，不知道搁哪儿去了。说到投资渠道，我今天看了一个经济学家，就是陈志武教授，他一个访谈，跟应该是凤凰卫视，他就讲了，作为一个投资渠道，房地产和股市都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大家看视频21世纪资本论在那个书里面有一点，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那个皮克利教授就说到原来17、18世纪的时候大家说的这个最赚钱的资本是什么呢？是土地资本。如果你拥有土地，那么你就可以作为地主，那么你就可以不用那个自己下地干活，也可以雇佣别的人，土地包你来赚钱后来的话，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那个上半期，掌握工业资本的人就开始最赚钱就要
要把那个掌握土地资本那些地主的资本呢，就甩在后面。当然，什么是工业资本呢？就是那些拥有工厂、厂房和那个工业设备、工业技术的这些资本家啊，他们最赚钱。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以至于到现在的话，更多的是金融资本更赚钱啊。所以这一系列的变化告诉我们，就是财富的逻辑，在那个金融的逻辑的基础之上呢，使得财富的逻辑在过去几百年不断的在变化。到今天的话，你如果不了解金融不了解金融市场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就没办法了解现代的那个财富是怎么样运作的。如果不了解这些的话，你就不能够实现那个巴菲特所说的你如果到40、50岁的时候，还不能够睡觉的时候也赚钱的话，那你就太失败了。而且其实最近也在集中采访很多的经济学家，但我觉得没有最终回答我一个问题。作为这个内地生活的老百姓，我们现在目前的投资渠道真的很窄，要不然就是房地产，要不然就是股市。那么我真正说，我现在如果说我有50万的积蓄，那么作为一个金融研究专家或者一个经济学家，你在告诉我财富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让我看到我这50万可以能够增值，同时还不至于资产缩水？你会怎么样去帮他提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呢？改革开放40年是吧？让那么多的中国老百姓，不管是通过房地产投资、通过实业投资，还是其他的，积累了很多的财富。那么好不容易积累过来的这些财富接着下来用这些金融资本去投资赚钱，这是中国老百姓应该有的权利。那么到现在的话，房地产投资越来越难当然我不主张现在太多的人去继续往房地产方面做更多的投资，因为这个房地产市场隐含的那个风险还是太大了。A 股市场更多的是一个短线投机的市场，不是真正的投资市场。所以如果有办法不管是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呢，还是比较更成功的有很多钱的这些企业家其实做一些国外投资的配置非常非常重要。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合法的途径的，比如说沪港通深港通。其实我们看到，一方面在整个改革开放，中国是财富急剧的增长。其实你去到世界各地，大家就会觉得，中国人真的是有钱了。但同时的话，你看，无论是房地产也好，还是 A 股市场也好，中国老百姓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接盘侠。我们一直在接盘，某一定程度上，中国人的财富观也有一种被倒逼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概括对不对？您觉得对于中国人的这种财富的认知也好，或者这种财富观的最终形成和财富手段的最终应用有哪些关键的阶段？那目前是到了怎样一个阶段呢？我其实还是很佩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不管哪个阶层的这个学习的能力了，那个调整的能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01年左右开始在国内给很多的讲座就包括一些媒体的采访也写很多的文章的一些杂志报纸。那个时候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很少有很多的金融的内容都没办法讲。当然也因为这个原因，就让我后来就开始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就是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的人是怎么样应对风险，怎么样安排生活的等等这就逼得我去走出金融，去看待历史，看待的一些文化的这些成因发展的这个驱动力到底是什么。但是呢到了这个04、05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话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美国的这个大的 PE 基金公司凯雷要去收购这个江苏的徐工然后引发了一场大的这个关于这个敌意收购和那些野蛮人这个 PE 基金到中国来收购我们的民族品牌的产业当时的话我就很着急，当时找了那个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还有其他的媒体，给他们来做一些跟他们做一些，对我主动的跟他们
说可以做一些采访哈，然后我也写一些文章，就介绍美国的 PE 基金行业是怎么回事，他们对于行业结构、经济结构、经济效率的提升起到了哪些作用，他们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哈。后来的话，你看，再到07、08年的时候，我发现没有2-3年。这个全民都做 PE， 都做这个所以当时这个速度是完全让你非常非常惊讶，你完全想不到的这样一个速度。对啊，所以我后来想，哇，在这个中国，当然现在没有几个人会觉得啊，我当时做的那些努力啊，有任何的这个实质性的那个贡献嘛？因为有的时候像这种资本的工具啊，哈，金融市场工具，它最大的那个威力就在哪里呢？因为它跟人的想赚钱的那个意愿的欲望呢，是完全兼容的，所以像这种东西呢，有没有我们这些人去做一些那个上那些课啊，做那些教育啊，哈，可能有一点点关系，但不是关键的，因为很多的人啊，很快就学会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对中国人的财富观念、商业模式产生的那个影响啊，是非常非常大，也是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的，就是过去这个20几年，中国的那些不同的大学办的那些 EMBA 项目哈，实际上对于中国经济的那个发展、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人们财富观念的那个转变哈，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大致可以这样的来安排你的一生，或者理解你的一生啊哈。年轻的时候啊，你在上中学、上大学、读研究生，这是你在建立你的人力资本的时候。25、26岁以后呢，一直到40岁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呢，哈，是你把你的人力资本通过工作、通过创业去转换为金融资本。然后到40、50岁开始你退休也好，不退休也好，你做什么也好，不做什么也好，你那个时候呢，主要靠金融资本帮你来赚钱。其实我也看到民间有人把你称作是这个中国的金融教父，因为某一方面我们看到目前在整个中国活跃的这些投资大佬，都是好大一部分都是你当时在耶鲁大学当时的这个您任教时候的学生，您带出来的学生。所以耶鲁的那个 NBA 项目也是贡献很大的，有沈南鹏，有张磊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耶鲁的校友是在中国现在这个投资基金领域里面是非常活跃也非常成功的那些榜样嘛。对，其实你刚刚说到 MBA， 我们也是有出国热，但同时你看到无论是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所有的大学的 MBA 的课程全部都是中国人在上。我记得我当时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大家有开玩笑说干嘛要这么大费周折，你直接把老师派到中国去就好了，因为一个班上只有老师是英国人，其他全部都是中国人。你从一个理工男到耶鲁之后转生成为了个金融男，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说法那个时候的金融转身和 MBA 的转身，某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代表了一种中国对于财富的这种追求？对，这一点可能不奇怪吧？你像我86年去耶鲁读书的时候，当时耶鲁的这个 MBA 学生里面有很多是日本人和韩国人，所以那个时候正好是日本经济最热的时候，是吧？然后呢，这个我90年从耶鲁毕业，就离开耶鲁呢。到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去教书，一共9年。然后99年等我再回到耶鲁做教授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耶鲁的 MBA 项目和包括 PhD 项目里边，就基本上没有日本学生，也没有什么韩国学生，而是中国学生为主了所以这个转型呢，也让我们也可以从中间可以悟出一些其他的一些道理和逻辑你比如说，你看看80年代日本学生那么多，90年代韩国学生那么多但是日本经济和韩国经济后来的话就逐步的从泡沫里边走出来，走下坡路了。对，进行缓慢的一个。那么最近的那个，就跟一些同事也聊天，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就是，耶鲁对于中国的这个关注度，中国学生的这个热度就跟当年80年代的日本学生
和90年代韩国学韩国学生生差不多是一样一样的。这些热潮都是一波一波的啊！我也希望那个。中国经济以后的这个能够实现软着陆哈，不会出现那个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子的这个大起大落的这种经历。其实说白了，我们如果在政府在大力推行这个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其实是需要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来去做支持的。某一定程度上，这种发达的金融体系的话，对于中国的这些穷二代或者正在创业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是会将提供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持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的确金融体系在中国内地发展到现在，有一些部分是需要尽快的改善，或者说我们真的是有一些部分是需要去摒弃的一些内容了。你在这样的心情上会特别急迫？这个当时一个很长的一个话题了哈，需要做的是可以做的事儿太多了。一个就是 A 股市场那个要放松管制，中国的这个股票市场还有其他的金融行业，不是管制太少。而是管制远远太多了，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各个金融行业的就是空转啊。因为很多人说这金融行业现在是无法无天了，都乱来了以至于这些金融行业的金融产品和定价呀都是在空转跟实体经济脱节了之所以是这个局面，完全是因为管制太多这个产生的那个局面，因为。道理蛮简单这个行政干预越多，就使得那些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的定价和资源配置就跟那个基本面就脱钩的跟基本面脱钩的越多，就越使得那些本来可以对实体经济发挥很大的作用的这些金融市场呢。就被隔离起来了，就是说产生的局面就是金融玩金融的，实体经济玩实体的，所以这种局面要改变的办法呢，就是还是要回归到这个，18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上面来，就是让市场自己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由政府的手来去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呢应该要回归到这个市场的基本逻辑，比如说刚才我也说到了现在中国的PE 创投基金行业现在是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的贡献特别是对于这个穷二代普通家庭出身的有能力的年轻人提供的激励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方面贡献很大。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要看到很多的地方政府都推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产业扶持基金因为我前不久看到一些报道的，就是他们有的这个记者媒体做了一个估算，大概各个地方政府的产业扶持基金加在一起的话，大概有3.6万亿人民币的那个资金的那个规模。这个时候的话，我就想，本来这个 PVC 这些创业投资基金行业它之所以这个行业在美国和几年以前的中国能够激发这么多的创业创新，就是因为这些基金他最在乎的，甚至只在乎的一件事，就是你能够给我的投资带来多少回报。但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的这些官员在推出他们的产业扶持基金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不在乎回报，我们要的就是要扶植这些产业，我们就是要培养乔布斯。”对，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把 PVC 创投基金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给整个打乱，就使得本来这些创投基金它发挥作用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只在乎投资回报，有这些地方政府给他改掉这个是陈志武教授一家之言，大家仅供参考。房地产现在什么情况？这个能不能投资，另当别论。股市，陈志武教授认为这个股市它是个短线投机性的市场，说的比较文雅，咱们说粗俗一点，它就是个赌场，甚至赌场都不如，是一个零和博弈，甚至是复合博弈的这么一个市场。这里面有很多皇亲国戚，它是不能赔钱的。你比如说社保基金，你比如说国家队，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社保基金这几十年来年化收益都是12%，
在股市，那这2%从哪儿赚的呢？就是千千万万个小散户，你送人头，还有个量化基金，人家也是稳赚不赔。那他赚了谁的钱？就我们这个资本市场，它还没有产生那种内生性的这种盈利能力。所以陈志武教授他就认为，房地产、股市都不是好的投资选择。当然了，他也提倡，他建议，如果你有点钱，你有实力，配置一些海外的资产，或者是什么保险什么，这个我刚才说了，这都是一家之言。特朗普这一段贸易战眼花缭乱的骚操作，美股也是波动明显加大。你去年这个时候买的美股，甚至买的纳指 ETF， 恐怕现在都不赚钱，也在这个提心吊胆之中，也在波动之中，也在焦虑之中。所以我认为，根据你的体量，咱们小门小户的手上顶多攒了个几十万，或者是180万的，或者是几百万，这都不算多。这种也老老实实的按照咱们会员节目里面那么去配置，扛风险。当然了，如果你说我有5000万现金，我有3000万，那这种确实也可以考虑。你有这么多现金的时候，你光存银行也不行，换美元，毕竟一个人的额度有限，这5万美元，你通过其他手段换，这个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这么体量的现金，我以前也建议过，那上海核心地带的房子你就得配置，那没有办法。也有可能这房子会贬值，会降价，但是相比较其他的房子，这种房子的降价的空间和降价的速度都不会大，对吧？都会小，而且一旦反弹，他们反弹的很快。事实证明，这2年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杭州还是深圳，核心地段的房子还在涨价。当然了，作为一种配置，也不能指望它是涨价你赚钱，这比较难，纯粹是一种防御策略。那核心地段的房子有个好处，好歹你能租出去，能产生现金流，这个体现出鸡蛋不要搁在一个篮子里面，是一种配置，这是一种被动防御。在我看来，把钱放到股市，尤其是 A 股，那是不负责任的，至少现在看没有任何投资价值。咱们也不能说胡适5000多只股票都没有投资价值，我不能这么说。但问题是有那么几个有投资价值的，你能找得出来吗？你放心吗？现在看它好像有投资价值，但是过个半年1年一看，它要退市了，你受得了吗？你看看春节期间那么火的6小龙，现在还提吗？还有人感兴趣吗？昨天在北京亦庄举行的仿真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好多人说看完比赛之后心里踏实了，说不用担心机器人跟咱们抢工作。从那个比赛现场直播来看，一个机器人后面有好几个人伺候，说明机器人越多，它创造的岗位越多，不是跟咱们抢岗位，而是创造岗位。一个机器人有好几个人伺候，也就是说我们所吹的这些东西还早着。但是我也不能说看到机器人马拉松比赛就觉得机器人一无是处，啥也不是，不能这么说。因为毕竟是第一届，如果这么下去，3年、5年或者10年以后是什么个状况，也是不可限量。但至少现在看，你还早着，连最基本的人类的行动你还够呛，比春晚扔手绢是不是差多了？好多那个机器人表现出是脑梗状态，还没走就摔一跤，完了，还有的失手分家分离的，还有的还没走就要充电，种种这个笑话。但我刚才说了，这个也不要紧，假以时日这些东西都会改。但问题是，它确实没有我们想象的，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下就占据了我们整个空间。没有，早着，它只是模仿我们走路、跑步，那样模仿我们思考，代替人类说什么做家政、做家务，这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的机器人，你顶多把它当成一个这花10来万买了个大号玩具啊。所以我看了这个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切片之后，很多视频，我觉得也没必要过于说泼冷水，说悲伤。但是至少说明它等它真正的应用，它早着。所以说前不久什么金沙江风头的朱啸虎出来泼冷水，好多人骂他。你现在看看那个比赛，确实人家泼冷水泼的是对的，你这玩意儿真正到应用还不知道要走多少年呢。虽然我们看好它，未来恐怕是个方向，但你这个是一蹴而就的事吗？所以那些在资本市场在胡适狂炒这些什么6小龙什么人形机器人的，该歇歇了。
炒这些概念。所以咱们又回到投资上面，你说哪个值得你投？说值得你拿10年拿着不动？胡适你看不到这样的公司。说来说去，作为韭菜，作为我的粉丝，我估计最好的防御的理财方式就是咱们在会员节目里面说的，现在不要多想。这个年头，明显咱们这边已经是通缩，特征是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下，保住现金就是胜利。胡适，那你就当在一个免费的看热闹的场所，看他表演，能拉个8连阳、9连阳，下周再给你拉几个阳线让你看一看。不管是9连阳还是多少连阳，金融消费者是要买单的。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